128平方，3房2廁，雙套間，南北通，雙露台，第一個咁靚嘅露台。中意食煙嘅朋友一出去就可以啦。咁啊，養寵物嘅朋友啦，仲有小朋友嘅朋友嗱，小朋友夏天嚟緊啦，擺個崩起嘅泳池俾佢喺出邊玩，正到飛嚟飛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Billy。嗱，點解夜晚出嚟拍呢條片呢？因為今期呢個業主降得實在有啲多啦，所以呢拍翻條片同大家介紹一下。咁啊，單價16,800。呢個單位係成個小區單價最平嘅，而且呢一個小區呢 total 只有7個單位喺度放緊盤啊。咁啊 ，Billy 依家身處嘅位置就係唐家高新區後環片區嘅鄰里中心。咁啊，呢個小區呢就喺 Billy 身後啦，係華發惠南堡嘅2期。咁啊，珠海幼稚園嘅天花板，融虹幼稚園就喺呢個小區嘅門口。成個小區2014年入伙嘅，咁啊 total 只有10棟樓，一梯兩伙吓，成個小區有220戶。咁啊，依家現時咧放盤量咧只有7個。咁啊，今期咧帶大家睇嘅呢一個單位，比上一期嗰個單位仲靚，16,800嘅單價喺呢一個地段吓。講緊將來廣州地鐵18號線過到嚟呢個位置有2個地鐵站。咁啊，深珠大橋過到嚟呢個位置亦都係落橋點。仲有就係珠海灣喺隔離，5分鐘可以出到海邊，周邊公園有幾個嘅。咁啊，睇咗航拍先，睇完航拍帶大家入去睇單位，轉頭見。好啦，到咗單位入邊，1樓嘅特色單位吓，128平方，3房2廁，雙套間，南北通，雙露台啊！哇，呢個單位 keep 得好靚，而且裝修風格非常之簡潔。好啊，由入門嘅位置帶大家睇。嗱，128平方咧都有子母門啊，用嘅智能門鎖品牌，中國最早嘅智能門鎖 Key Lock。嗱，客廳嘅位置，入門左手邊就係客廳啦。4米嘅開間，咁我哋客廳出返去，哇哦！呢個露台係咪好正啊？係咪好啱養寵物嘅朋友，同埋有小朋友嘅朋友？活動空間非常之足夠。呢度入邊望返去咧，就係主人房嘅位置啦。嗱，依家原業主咧係做咗一個遮陽棚嘅，望返出去咧，鳥語花香啊，就係我哋小區嘅園林啦，西班牙風格嘅小區，非常之靚仔。出邊呢度望返去咧，就係後環公園啦。好，再往入邊睇。呢個業主非常之有 taste，Billy 好中意，用嘅吊燈同埋掛喺牆上嘅畫咧都好靚嘅。客廳同埋飯廳咧都係用緊日立嘅中央冷氣。飯廳嘅位置開間。有3米，入返嚟廚房伊萊克斯嘅4件套，帶有微波爐嘅。咁啊出返嚟咧就係生活露台，生活露台過嚟咧仲有一個工作間，採光非常之足啊！全部都係用緊全落地窗，而且係 YKK AP 系列嘅門窗，好正。再過返嚟睇返我哋房間嘅位置啦。主人房最後先睇返第一間房啦。呢間房有10個平方，冇做衣櫃嘅。好，第二間房。第二間房咧可以作為一個套房吓，出邊呢個門關咗之後咧就係套房嚟噶啦。首先睇返洗手間，樂家嘅衛浴套裝3件套。淋浴間咧就帶有明窗設計。OK， 好，再出返去。第二間房咧擺咗張1.8米嘅大床，全尺寸嘅飄窗。望返出去就係後花園啦。
咁係冇做衣櫃嘅。好啦，過返嚟咧，睇返主人房。哇！呢個主人房真係正，依家擺咗張 king size 嘅大床，床尾仲有1.5米嘅闊度。呢間房係有23個平方，咁啊做咗全尺寸嘅飄窗啦，2個西班牙風格嘅窗，咁啊都係掛機嘅日立冷氣。咁啊呢啲冷氣真係正啊，開起身咧，間房成個雪櫃咁。嗱，再入返嚟睇返。呢個櫃咧係發展商嘅交標嚟嘅，睇返我哋主人房嘅洗手間，非常之闊落，全尺寸嘅鏡櫃。好啦，成個單位睇晒，中唔中意？128平方，3房2廁，雙套間，南北通，雙露台，第一個咁靚嘅露台，中意食煙嘅朋友一出去就可以啦。咁啊，養寵物嘅朋友啦，仲有小朋友嘅朋友，嗱，小朋友夏天嚟緊啦，擺個崩起嘅泳池俾佢喺出邊玩，正到飛嚟飛去。咁啊，鳥語花香啦，望晒成個屋苑嘅園林，成個小區嗰個環境都非常之好，非常之安靜嘅。咁啊，單價成個小區最低嘅，單價16,800，嗱，所需嘅費用喺度啦，總價就係216萬。咁啊，嚟緊將來呢個區域嘅發展，深珠通道、廣州地鐵18號線，咁啊，珠海灣嗰塊地，公園、寫字樓、商場嚟緊要乜有乜噶啦。咁啊 ，OK， 今期到呢度啦。睇樓買樓記得揾 Billy 幫手啊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